干嘛呀？你是谁呀？怎么这么面生呀？你怎么跑到我们老板的办公室来睡觉啊？我是外面扫马路的清洁工。扫马路的清洁工，你怎么跑到这边来睡觉啊？这不是你们老板好心嘛？昨天看见我们在外面热得很，温度又高，就怕我们中暑了，就把我们领到这个办公室来了，说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这里面来休息一下，这里面也有水喝，还有免费的空调吹的。你说的可不可笑啊？我们老板跟你是什么亲戚还是什么人呐？啊，他让你到这边来吹免费的空调，还是喝免费的水，真是太可笑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个空调被你打开了，吹也吹了啊，交200块钱的电费，还交200块钱的电费？怎么啦？还不想交吗？我没钱交，还没钱交，那我不吹了。你今天不给这个钱，你就别想走。这200块钱也太贵了吧！200块钱什么贵呀？啊，你吹空调你不给钱呐？你还贵什么贵呀？赶紧拿钱出来！200块钱可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嘞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老板心善，他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，但是他今天早上跟我说了啊，他说有一个清洁工大姐今天要到这边来休息，来吹着空调，他说让我给你收200块钱的这个电费的，赶紧交钱，快点！还磨磨唧唧的，这不是钱吗？啊，还在这里给我装可怜的。这200块钱可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呀！哎呦我什么200块钱啊？哎，大姐来了啊，空调吹着舒服吗？还舒服个屁呀，舒服！还认认老板，看你就是个黑心老板，骗子！我咋又成骗子黑心老板呢？我看你们昨天是吧？那中午是吧？太阳底下太热，特意叫你们上来避避暑，是不是？吹着空调是吧？喝茶水。老板啊，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太心善了，干嘛做这个好事啊？你看，你让别人来吹个免费的空调，喝免费的水，现在倒好了吧？啊，他说你是个黑心的老板，以后这种好事就别做了。行，你先别说，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说到底咋回事？我咋又成黑心老板了呢？啊？你还不黑心啊？昨天把我们骗到这里来说免费的水，免费的空调，还可以在这里休息。啊，我还挺感谢你这个老板的。我说这个老板心太好了。我说我还跑到早上来给你把这卫生搞一下啊，桌子抹一下的。谁知道你让你的助理来一下子收我的200块钱的空调费。不是助理，你收了他200块钱？没有的事，老板你别听他瞎说。还没有，他就收了我200块钱，还打了我1巴掌呢。不是，你还打了人1巴掌？哎呀，真是越说你越离谱了，老板。你还信一个外人，还不信我？我好歹跟着你也有4、5年了吧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如果是拿了人200块钱，你赶紧还给别人啊，你别我好心做当成的坏事啊，好吧？如果说你打了别人1巴掌，你现在赶紧给别人道个歉，你也不知道啊，他们有多不容易啊，天天3、4点钟就起来了，是吧？一个月也可能就是1500到2000块钱之间的工资，是不是？现在天气多热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早上7点钟温度都达到35、6度来了，那中午是吧？10点、11点的时候。你扔个鸡蛋下去，路面上这个鸡蛋就成了摊鸡蛋了啊！这已经煎熟了。这么热的天，我是担心他们在下面没个避阴的地儿，是吧？中暑，我特意好心叫他们上来吹空调。不过我在这儿做好事，你不要在这背后给我捣乱啊，坏我名声呀！不是老板，你说了这么一大堆，说到底就是不信我呗？啊，你就现在信一个外人，不信我是吧？但凡有一个人说我收了他200块钱，我直接给他2000，行了吧？屏幕前的家人们，你们能帮我证明一下吗？我的这200块钱就是这个助理收走的。现在如果你们能帮我证明一下，让他把这200块钱还给我，这200块钱可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呀，也是我好几天的工资呀，我一个月才1800块钱呀！求求你们能帮我证明一下，谢谢大家了，好人一生平安。行，我跟你说啊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啊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告诉你啊。就保洁大姐这种身份的啊，他们一般都不是那种油嘴滑舌啊那种人，好吧？我现在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保洁大姐，好不好？老板，你说的意思就是我在撒谎呢？我告诉你，就你一个人来支持他，那也没用，除非有100万人证明，那才有用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啊，刚才主管也说了啊，需要100万人来证明啊。如果真是他黑心拿了这个保洁大姐的200块钱，那请大家帮我证明一下，好不好？后台数据我会实时观看的。我也相信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是正直善良的人，好吧？请大家在评论区帮我证明一下，谢谢大家了。好人一生平安，咱们不能让保洁大姐受委屈，好不好？
干嘛呀？你干嘛拿我的钱呢？谁拿你的钱呢？这个钱在我的手上，这就是我的钱。这是我的钱，这是老板发给我的高温补贴。什么高温补贴呀？这钱就在我的手上，这就是我的钱。吵什么呢啊？老板，是这样的，我看这个小妹儿挺辛苦的，准备晚上请她吃个饭呢。老板他在撒谎，他在拿我的钱，这是你给我发的高温补贴。谁拿你的钱呢？这钱就在我的手上，这就是我的钱。是啊，今天是发了高温补贴啊，你确定你不拿的不是别人的钱？没有，老板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老板，这真的是我的钱。不是啊，公司365度啊，无死角的都有监控啊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去查监控？你最后一次跟我说实话啊！哎呀，老板，还调什么监控啊？这么一点小事，还值得这么小题大做吗？怎么着啊？不行，我再把帽子叔叔叫过来调查一下。老板，你何必麻烦那些帽子叔叔呢？别人挺忙的，那我就直接给你承认了吧，这个钱是他的。你是他的，那你凭啥拿别人的钱呀？老板，你看那个高温补贴，你干嘛发给他呀？他本来就是穷鬼一个，还发给他不是浪费了吗？还不如发给我呢。你看我家里面那个空调也坏了，准备正好去买一个新的了，这不正好吗？不是你自己没发包高温补贴吗？啊，你拿别人的血汗钱去满足你自己的私欲啊！老板，就你发的那3瓜2籽的，能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你去那些部门那边去问一下。那些部门经理那不都是这么认为的呀？他都是这么认为的啊！人家保洁大姐现在顶着炎炎夏日38、9度的高温啊，帮你们打扫办公室的卫生，是吧？如果他们没有把你们的办公室卫生打扫的这么干净，何来你们这个干净舒适的环境啊？你还在那说人家一个穷鬼啊？那钱到你手上就有用了，这是人家本应该是别人的钱啊，你拿你手上算怎么回事？还别人都是这么认为的。然后我再告诉你啊，任何职业啊都是不分高低贵贱的，只有人品才分3、6、9等。保洁怎么了？保洁这份工作也是值得被尊敬的。老板还让我去尊重他，一个臭保洁的，跟我提鞋都不配，还让我去尊重他。老板，但凡有一个人认为我应该把这个钱还给他，那么我就把这个钱双倍的给他，好吧？但是没有人这么认为的话，他得给我道歉，下跪道歉，听到没有？行，这话是你说的啊。我相信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也相信群众的眼睛也一定是雪亮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双倍奉还这个高温补贴给保洁大姐的也是你啊，你自扇10个耳光的也是你，你等着瞧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啊，你们是支持这个主管拿这个保洁大姐的高温补贴去买她的空调，还是支持我的保洁大姐啊讨回属于她自己的高温补贴血汗钱？如果支持保洁大姐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点播，谢谢大家了。好人一生平安，就这种黑心主管，我一定要将他开除。
老板，这钱给你。你给我钱干什么呀？是这样子的，我是你们工厂送货的大货车司机。我知道，我认识你，我见过你2回。怎么了？你说。我昨天不是从黑龙江开货车送货过来嘛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们的主管非要我开进来，我说你们前面有一棵树，开不进来，路太窄了，我的车子太宽了，我没那么好的技术，他非要我开进来，结果我把那个树给撞折了。撞折了呗？怎么了？撞折了，他要我赔2万块钱。一棵树让你赔2万块钱？是啊，你看我家里条件也不好，是不是？我老公在家里面带2个孩子，他也不好好带。我爷爷生病了，在医院里面住院，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我正准备说做完这一单之后，我就回去看看他们。结果呢，你看这2000块也没挣到，我就把这2000块给你，他要我赔2万块钱。行，听你这么一说，那家里确实不容易啊。但是你听我说啊，这2000块钱你也不用拿，那2万块钱你更不用赔啊，你直接把车开走就完事了。回头我跟他说就完事了啊。老板，车子开不走啊，他把我的钥匙拿走了。他还把你钥匙扣走了？是啊，他说不给2万块钱呢，钥匙就不给我。太不像话了！你别着急啊，这个事儿我会为你主持公道的啊。我现在打电话叫他过来。喂，王主管，啊，你现在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顺便把那个，我记得你这趟货是从黑龙江那边运过来的，是吧？是的。来，把那个从黑龙江运过来那个女货车司机那个车钥匙，顺便也一块带过来，赶紧的啊！行，一会儿就过来了，别着急啊。哎，老板，你找我呀？我找你啊，人家撞坏了一棵树啊，你让人赔2万块钱啊？老板，我让他赔2万块钱就是少的了，你知道那棵树对我们工厂的意义有多大吗？那意义多大，你也不能让人赔2万块钱，一棵树是不是啊？多大个事儿啊，对不对？那撞坏了是不是啊？人家大货车司机也不容易啊，你还赔2万块钱，再加上人家刚才都说了是吧？那门窄了进不去，你非得让人开进去啊？这不是你自己要承担责任吗？你还把别人要扣人家2万块钱。老板，他要是说他那个开不进去，那他就不开就行了嘛啊！再说了，前几天我也这样要求啊，人家那司机不是也让开进去了吗？这个开车这个事儿啊，我不知道你拿没拿驾照啊？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是不是？你技术再好的人，是不是？哪也有时候难免会碰到误导，对不对啊？再加上啊，你是跟他开这个运费的啊，你要求别人开啊进去啊，别人能不听你的话吗？开进去啊，你要不说开进去，人家就不开了，对不对？老板，要你照这样说，那旁边那对面有一个条河，他过不去，我让他开，他还得往河里面开呀。你别给我狡辩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跟你说了啊，本来人家作为一个女司机是吧，就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，是不是？而且家里还那么个情况，是吧？老公呢也不挣钱，现在上有老下有小，爷爷还生病住院啊。人家干一趟活容易吗？现在一趟运费啊，2000多公里过来结算也就2000块钱，人家现在2000块钱都不要啊，直接拿过来给我说求求我把他车钥匙给他，让他走啊！你还把人家车钥匙扣着啊？干嘛呀？老板，你看你说的，你在这里数落半天啊，就为了这个臭司机还数落我，他的不容易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了，他自己眼睛瞎，自己不会找，怪谁呀？他要是找一个像老板你这样有能耐的，是个大老板，他也不会开大货车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混蛋话了啊？刚才跟你说什么呢啊？开会的时候一直跟你们说过啊，虽然说我们做不到是吧，普度众生那种大爱的程度是不是？但咱们做人最基本的你要做到与人为善呢啊！你做人最基本的善良在哪里啊？啊！老板，我怎么不善良了啊？我要是不善良，我就罚他5万呢。啊，你还5万啊？那肯定的。跟你说了啊，刚才说了，人家不容易，本来大货车司机就是个高危行业，你想想是不是啊？天天是吧，风里来雨里去的啊，365天和家人聚少离多啊。若不是为了生活所迫啊，谁愿意风里来雨里去的啊？日夜颠簸是吧？没有清晨的粥，也没有深夜的酒啊。如果不是为了世间的碎银几两是吧？谁愿意把这个命搭在方向盘上啊？你有没有为别人考虑过呀？啊，老板，我为他考虑，那谁为我考虑呀？是不是？再说了，那个树撞坏了，你知道那个树对我们工厂多大的意义吗？真的是前几年那个工厂的效益不好，自从把那个树一摘，那我们工厂就好运不淡了，知道吧？你这叫玄学，知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，说了半天，你还是跟我冥顽不灵是吧？啊，既然这样的话啊，好吧，我公司也容不下你这种不善良的人啊，作恶的人，好吧？去财务那儿把工资结了，赶紧给我走人吧，好吧？把钥匙拿过来，来给我，赶紧走。老板，你就为了这个破司机，你要把我开除了啊？我不服。你还不服？我肯定的。行，那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
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啊，你们支持我开除这种黑心的主管吗？如果支持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，谢谢大家了。好人一生平安。大货车司机是真的不容易，特别是一个女大货车司机，那就更加的不容易了。谢谢大家帮我支持一下，感谢。我看谁敢感谢，我把手指头给他掰断。行，张总啊，那就明天晚上7点见啊！好。老板，那这个合同你看一下。这上海倪总的合同是吧？是的。行。这细节上没啥问题，没啥。那就按照这个拟定就行了，好吧？行。那就先这样啊。好的。老板，我跟你说的事儿就是筹的那个钱筹到了。我知道，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你爷爷是下午手术是吧？啊，是的。行，我知道。昨天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就马上今天早上让那个财务呢赶紧把钱给我送过来了啊！你稍等一下啊。好，太感谢。哎，我钱呢？老板，你这样看着我干嘛啊？我也没偷你的钱。不是，刚才就你进来过是不是？别人没人来。这早上刚才财务放这儿的2万块钱啊。我进来就我拿了啊，老板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知不知道？做人得讲证据。你是看见我左手拿了，还是看见我右手拿了？我虽然说没看到你左手右手拿啊，但是啊，刚才在你没进来之前，我看到这个钱还在这儿。就你把合同递给我之后，我去看合同，注意力放在合同上啊，这个钱现在就不翼而飞了啊。谁证明这个钱是我拿的？谁证明这个钱是你拿的？我现在深度怀疑99.99999就是你拿的。我前人没有一个口袋，我拿了这个钱，我也有地方藏啊，是不是？你要真心想偷这个钱啊，你还怕没地方藏啊？老板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说这个钱是我拿的，我不要你说，我自己去吃免费的饭，行了吧？行，这话可是你说的啊。我说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钱可是员工他爷爷现在在医院的救命钱啊，就这个钱你都敢拿啊？我告诉你，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请你们帮我证明一下，这个钱是不是这个管理拿的？如果真是他拿的啊，我一定要将他绳之于法，送他进去吃免费的饭。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，谢谢大家了。好人一生平安，这可是员工的爷爷现在在医院躺着的救命钱啊！就这种钱他都敢拿啊！